镜头转来看国内，针对国防特别条例预算的部分，民众党团表态同意和行政院版本复位，甲因家己提出的版本并案来审查。不过，那边两党拢讲，落尾通过绝对袂使用行政院的版本。因为行政院长倒用态着呼吁国会得爱合理来审查总预算甲国防预算，强调行政院版本是经过台美沟通甲评估的，认为行政立法院应该得爱来赶紧审查以行政院版本为主的国防特别条例。在以总统大清朝，这个三军司令开记者会，向国会发声，爱赶紧审查1.25条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日也在行政院说法讲会，各呼吁国会以后爱合理审查总预算、国防预算。我真的诚挚的希望在野党不要再党，让国防预算能够紧速的复委，而且经过国会合理的审查。民众党团已经表态同意和政议版复会，甲因的版本并行审查。杜英台认为这叫希望，不过国民党团也在整合讨论因的版本，要将要求美方的实际具体交会时间保证入法。不管是在我们的党内，或者是跟民众党，我们都会做充分的讨论之后，比较务实的版本。在新会期的程序委员会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想法付诸实行。南北拢有过最后通过版本为是政议版，行政回应，军事采购是政府对政府，政议版是代表经过紧密的沟通评估，因为应该赶紧审议通过政议版为主的国防特别条例。参谋总长梅亚苏则以水平国军精刷建构，都是具质量能。国防特别条例内底对比采购的拖式飞弹、标称反甲飞弹 M109A7 自走炮、舰地、新俄 ISR 系统，拢一定要有。台湾急切需求的项目，当然还是以直接能发挥战力的系统为主，如新型的自走炮。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签署行政命令，调整军售顺序，以战略重要者优先。周富平分析，会对台湾体育军购有帮助，因为条件应该优先和防卫预算稳定通过，向外界释放战略信号，也建议台湾对美国态度明确，和台湾加入美国更加重视友伴。记者综合报道。